吸引他注意力，把他攻击。你这个人想嘛？赶紧解决他。谁死了谁伤了？你不知道吗？孙悟空被铁扇公主扔下了悬崖，都摔成碎片了。晶晶，晶晶，还有一个叫紫霞的，她的名字你说了784次。我这么说你肯定理解不了，但是当你听我说完真相之后，你就会明白。我明白了。我还没说什么你就明白了，我们果然是缘分天注定。我明白你脑子有问题。我到底怎么说你才能懂？那就说点有用的呀。哎，你刚刚从盘丝洞出来，你是不是认识盘丝大仙呀？你能帮我引荐吗？我想拜他为师。什么盘不盘丝的，我听都没听说过。晶晶，你听我说，我从500年后来到现在，完全都是为了寻找救你的方式。既然老天让我们在500年前再次相遇，那我们就立刻成精，改变500年后的悲剧。没想到嘛，你是一个用情专一的家伙。不过我已经心有所属了。虽然呢，他是个负心汉，但是我一定会找到他，了却的那段感情，再开始新的感情。其实，你说的那个负心汉，就是我。原来你就是那个臭猴子！站住！你给我站住！你让我解释一下吗？说，为什么那么对我？别动，你越来越瘦。想偷袭，没门儿！我已经把他杀死了，现在你不用害怕。你看什么呀？我真的不是孙悟空，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反正呢，这件事情我跟你说了，也描述不清楚，而且就算我描述清楚了，你也是不会相信的。我相信你。啊？因为那个臭猴子不会对我这么温柔的。说吧，你到底是谁？我就是你500年后的老公，你因为我而放弃了那段感情。我为什么千里迢迢的跑到这儿？我完全都是因为你。晶晶，我太想念你了，我真的很想你。你相信我吗？我不相信。这也不能怪你，你让我想一想该怎么跟你说。但是呢，我真的不是孙悟空，我在500年后是一个非常英俊潇洒的山贼。大哥，我没听错吧？他是山贼呀，还是500年后的。啊，原来不是什么仙人，是咱们同行啊！大哥，骗了我们这么久，让我去教训教训他。哎，算了，不要冲动，不要冲动啊！你看，他从来都没说过他是什么仙人，是我们误会了他。而且你看，这么不要命的把我们救出来，是不是？对对，咱们出来混的，要讲义气，学会感恩，感恩。对，大哥，那咱们应该现在怎么办呢？怎么办？找点吃的喝的，看戏呗。不过我觉得我好像认识你，绝对认识我，而且很熟，非常的熟。 500年之后。没错。那你说我们怎么认识的？在一个月黑风高、黑漆漆的夜晚，我是至尊宝，你是白晶晶。奇妙的爱情就是从桥头上这一点火开始的。喜欢吗？原来你就是那只臭猴子！臭猴子！我才一转身。
你手持龙骨，大战完牛魔王之后，我就被你姐姐抓回盘丝洞。所谓光阴似箭，真的是一点也不错，因为才一转眼就说到了重点。在断崖壁上，就是我们感情爆发的时候。当时我不顾一切的摸你，你也不顾一切的摸我。我们还立下了永不分离的誓言。从今天开始，我会一直陪着你。可惜快乐永远是短暂的。换来的都是无穷无尽的痛苦和长叹。晶晶，晶晶，晶晶，晶晶。晶晶，你不能死！晶晶，晶晶，我不想活了啊！晶晶，晶晶，你怎么会死？晶晶。后来我只能使用月光宝盒使时光倒流，我发现原来你是自杀的，在最后关头，我终于救活了。刀下留人！可是最后一次时光倒流，月光宝盒发生了故障，我咻的一下就回到了500年前。就这样。那你现在想怎么样？现在我看到了你，我就不用回去了。我们成亲。我刚刚睡醒，经过外面无所事事的，就顺便过来拜师学艺了。你这突然跟我讲要成亲，我牙还没刷呢。我知道了，没关系。一时间跟你说这么多，你肯定消化不了。我可以等你。谁呀？哎，谁呀？没。怎么没有啊？放哪儿了？还能放哪儿呢？美人啊，你好直接呀！别呢，月光宝盒呢？现在用不着月光宝盒吧？我是问你月光宝盒放在哪？我存镇上的保险库了。你存那儿干嘛呀？你受伤的时候一直挂念着月光宝盒，我当然要妥善保管了。万一婚礼当天没有办法给你怎么办？靠！美人，你别走啊！我明天一早就去镇上取回来。你选好了吗？等会儿啊，马上就好了。喜欢吗？喜欢，从来没有人送过我这么漂亮的东西呢。没错，真的跟你很合适。你怎么会这么美呢？
是吗？你可不要骗我。真的呀。不过这个要是有白色的就更好了，更衬我的白骨呢。你懂什么呀？颜色它就要有反差，有了反差才能显出独特，明白吗？也是，紫色也挺好看的，我还没有紫色的东西呢。好看吗？别戴了。天气那么热，戴它干什么？我们去集市逛逛，走。哎，又怎么了？美人儿啊，你别生气了，我真的知道错了。盗窃我的话要警察干嘛？我也是为了保险才存的定期嘛。月光宝盒是什么理财产品吗？你存什么定期？他们告诉我这样保费可以少一点。哦，原来你都是骗我的，说什么都是为了我，全是套话。哎，不是啊，美人儿，我是爱你的，你听我解释。我绝不！你别走，你听我说。你说，你不是不愿意听我解释吗？你说不说？哎，你不说拉倒。我说。我是很看重钱，但是你跟金钱比起来啊，绝对是金钱没有你重要。你干嘛？你看看我的心呐，哎，你看一下呀。哎呀，你光天化日赶紧穿上，有伤风化。哎呀，其实美人儿，除了我妈和黄脸婆之外，你是唯一一个见过我身体的女人。那我也太讨配了。喂，美人，你要干什么去啊？洗眼睛啊我。哎呀，顺便洗洗牙呀。哎呦，看您这样，应该是在世月老吧？哎，不敢，叫我小丘比特就好了。你真够恶心的，随便你叫，给我们俩算算。不能，为什么呀？缘分自有天定，我只是顺应天命而已喽。我需要看一下二位是不是命中注定的一对有情人呐。你还能看到这个呀？我能看到你们俩是不是心有灵犀，互有默契。搞得跟个真事儿似的。你算，你要怎么算？二位把手先给我。那二位谁先来呢？肯定女的先来了。好，这位姑娘，想一个你最想去的地方。有了，一座很荒凉的山，山上有个洞，我看到洞的名字，盘丝。盘丝洞。对。盘丝洞不是应该有山有水吗？怎么会很荒凉呢？那是500年后的事儿。我都没有去过500年后，怎么会想到那个画面啊？因为你是我命中注定的娘子，而且那个地方是我们俩定情的地方。看什么看，还不放手啊？有了，一片一望无垠的向日葵田，中间有一块大石头，前面还站着一个姑娘，只能看见背影。我听到了铃铛的声音。原来那里还有向日葵田啊！那时候我很喜欢铃铛吗？不可能。走。哎，怎么了？不接受祝福了？这荒凉地有什么好接受祝福？我带你去看更好的地方。走。哎，美人啊，你听我解释啊，美人。美人，你到底还要生多久的气呀？看你什么时候把月光宝盒给我呗。我都告诉你了，现在取不出来，你干嘛非要月光宝盒呢？我帮你找一个外形跟月光宝盒一模一样的盒子代替，行不行？不行。10个呢。我问你，我要是把你的四肢都给你卸了，换上一个跟你外形一样的牛的四肢，你还是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月光宝盒它就是月光宝盒，你外形长得再像月光宝盒，它那里不是月光宝盒也没有用啊。我不是想帮你应急吗？哎呀，美人，你干嘛那么心急呢？我都答应你会拿月光宝盒做聘礼，成亲那天我自然会给你的。你都答应给我了，你就现在给我吧。不是告诉你现在取不出来吗？晚几天又有什么分别呢？谁说没分别？啊，我知道了，你呀，现在就是在找借口食言。美人啊，我老牛从不食言呢，我都已经吩咐手下去给你做高定版的凤光霞帔了。
所以我一定会跟你成亲的。你懂不懂啊？成亲啊和给月光宝盒它是两码事儿啊。是两码事，但是可以一起办，不冲突的。都不冲突了，你为什么不能分开办呢？你先把月光宝盒给我，你给不给？美人儿，你怎么会对这个聘礼这么上心呢？你到底要拿月光宝盒做什么？成亲啊！没有别的目的。一份真挚的爱情是没有任何目的的。哎呀，美人啊，我头一次见你笑得这么开心呀！美人，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待你的。等我们成亲那天，我自然会把月光宝盒交给你。哎，美人，我们哪天成亲呢？想知道吗？你把月光宝盒给我，我就告诉你。哎呀，怎么又绕到这个问题上了，美人？你，美人，你别走啊，美人！美人啊，你听我解释。哎呀，等等我，等等我，美人。你不是说要带我看美丽的风景吗？就这儿啊，你看看这儿多美啊，是不是？你果然跟他不一样。早就跟你说了，我不是什么孙悟空。可是照妖镜，你只要知道我是你命中注定的男人，你是我最挚爱的女人就行。也许吧，或许你是他的转世。这几天没听到你的铃铛声，还真有点不习惯。你从哪弄的铃铛？好看吗？就刚刚在集市啊，那个小丘比特啊，临走的时候送给我的。你累不累啊？我们还是先回帕斯洞吧。哎，回来这么久，你一天到晚跟我要月光宝盒，什么意思啊？蹦沙卡拉卡，蹦沙卡拉卡。问你什么时候跟我成亲，你却一直推三推四，到底嫁不嫁给我啊？快上双截棍，哼哼哈嘿！快上双截棍，哼哼哈嘿！问你话呢？爱动啊！一声海浪风，爱一笑而过。你先别疯了，你徒弟是不是疯了？说了一个晚上的鬼话。他没疯啊，他只是到点该吃药了。反正我不管，只要他答应，伤好了就成亲。哎，你真的决定要嫁给那头牛啊？我骗他的。我呀，在等我的男人回来接我。No， 你相信那个小滑头会来接你？他如果真的回来，那我真要恭喜你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就算他回来，你觉得他有什么本事把你从牛魔王手上抢回去呢？上天既然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就一定说明他是一个不平凡的人，错不了。我一直在等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祥云来娶我。哎，等等，你确定你说的是那个孙悟空那个臭猴子吗？妹妹，我觉得你不是到点该吃药了，你是吃错药了。吃不吃药不重要，重要的是理想。走啊，走啊！我不要赏钱了，
你把我放了吧！小兄弟呀，你是不是累呀？你累的话，我们休息一下。哦，你渴了是不是？我去帮你找水喝啊。好啊，去吧去吧，别管我。哎呀，我怎么可能不管你呢？来，我们一起去。等等，我不想喝水了。你想尿尿是吧？尿吧。你在这看着我尿不出来。哦，我不看你。转过身去。哎呀，不要跑啊，小心摔倒啊！我的残障啊，哗哗的，花花草草，不要跑啊！终于摔掉了，正好方便一下。施主啊，我在观察你呀，你看颜色很深呢，很明显就是肝火旺啊。肝火旺呢，就要注重自己的饮食，少油少盐，多吃蔬菜和瓜果。吃饭呢，我很有见解的，我们一起研究一下。收起来。唐僧跑哪儿去了？这大王知道要挨打了。哎呀，终于到了！终于到了！哎呀，既然都到了的话，你赶快把我捆起来去拿赏钱啊！一辈子没做过这么辛苦的买卖。记得要打蝴蝶结，不要打死结呀。蝴蝶结好看的，但是不要打得太松。终于可以领赏钱了，是吗？我这找唐僧找这么辛苦，合着让你藏起来？阿弥陀佛，这位小牛施主，你这是做甚呢？他那么辛苦把我绑过来，就是要些赏钱而已。你这样属于截胡啊！截胡？他要什么赏钱？你知道我为了找你跑了多少路啊？让大王打了我多少次吗？这位施主，如果你对这件事情有意的话呢，你们可以相比较一下，看看谁受的苦更多，看看谁在抓我这件事情上呢付出的贡献更大，看看谁付出的时间呢更……大王，我把唐僧给你弄回来了。晶晶，不要，晶晶，怎么又到这里来了？不要停！我不要停！不要停！做噩梦了是吧？哎，这个紫霞是不是一个很可怕的人呐？你什么意思呀？没什么意思啊，只是你又不停地重复喊晶晶和紫霞的名字。当然，你叫紫霞名字的次数远远超过晶晶的名字。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要干什么？我没想干什么，我只是感到好奇而已。就是能够让你同时在梦里面梦到你最爱的晶晶和最怕的女人的这个噩梦，到底是什么样的梦啊？你怎么那么三八呀？我不三八，没事，我早晚会知道的。我不睡了。哎，你干嘛去啊？去给我娘子做求婚礼物。不知死活！
活，竟然敢偷袭我！等会儿，误会。他们两个一脸一笑的拿着布条走近我，一定是图谋不轨。哎，不是啊，你真的误会了，是我让他们俩这么做的。你？我还以为你都已经洗心革面了，原来还盘算着阴谋呢。我真的没有。那你拜托他们做什么？这个呢，我现在还不能说。果然是见不得光。别！绝对不是。那为什么不能说？我只是在等待一个最完美的契机。这个玉佩怎么会在你这儿？你真的是他？我真的不是他。不可能，这个玉佩是我知道，是你送给他的定情信。你和他约定，等你长大之后你就嫁给他。但是后来过了不久，你就发现他不堪的真面目，所以你将玉佩收了回来。后来500年后，你彻底放下了这段感情，将这块玉佩给我，做成了定情信。500年后，我竟然真的把玉佩送给了你。可是这纹路不一样啊，这不是我的玉佩。在我被传送到500年前的时候，你送我的玉佩就被打碎了。我都是按照记忆来雕刻的，虽然不是一模一样。对不起。你的手指头都肿了。没事，第一次做，手有点生而已。这个玉佩很漂亮，我很喜欢。琪琪姑娘，你愿意嫁给我？无论时空如何转换，世事如何变迁，我都会对你不离不弃，至死不渝。你答应我了吗？真的吗？你真的要去？哦，天哪！太棒了！你终于答应给我表现。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人了。如果有人欺负你，就报我的名号。紫青宝剑告诉我，能拔出这把剑的人就是我的真心人。美人啊，其实这些饭菜蛮好吃的，你怎么会没有胃口呢？你吃，你吃。傻妞啊，快把东西拿上来！这是我从山下给你弄的几样金贵小吃，给你开开胃。没胃口啊，都给你，都给你，吃嘛，你吃。那咱们聊点有胃口的，何时成亲呢3天后啊。6天之前你说3天，3天之前你还说3天，33不尽，66无穷，我们还有多少个3天呢？你来，我告诉你，你可以不娶我呀。哎呀，3天就3天嘛，反正很快就过去了啊。就对了。哎呀，
什么？我的牙都快被甜倒了。算了一下，至少要5天。5天？哎，紫霞，你看我给你准备的凤冠霞帔，如此精美，世上再也找不到第2件。哎呀，你再看看这些宾客名单呀，多牛啊！但凡妖界数得出名号的人，全在这里面了。那场面空前绝后，简直太有面子了。要不要把你仙界的朋友也请过来，一块热闹一下？这是什么呀？这么多妖魔鬼怪，嫌不嫌吵？我不要。美人儿，为了博你一笑，我决定拿出来月光宝盒，你要不要？要。我就知道你在乎这个破盒子，不在乎我的感受。月光宝盒给我就嫁，不过要7天以后。为什么又是7天呀？等不了，那我走了。美人儿，你放心好了，成亲当天我一定会把月光宝盒交给你的。7天不能再少了，我耐心是有限的。好，我答应你，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情。说来听听。你必须忘掉那只臭猴子。这个我就说不准了，可能1天2天就忘了，可能要1个月2个月，说不定啊还要1年呢，等不了。我等，我愿意等，只要你留在我身边，我就有信心感动你。师傅啊，还望你在紫霞面前替我多多美言几句。谁是你师傅啊？臭不要脸！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是紫霞的师傅，当然就是我的师傅喽。哎呀，今天不错啊。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然投影在你的波心。紫霞，7天的时间真的是太漫长了，不如我们把时间利用起来谈场恋爱。你说你的过去，我说我的未来，让我们彼此好好了解一下。你没看到我在散步吗？你这边这样突然出现，会扰乱了我思绪啊！我就是怕你一个人寂寞，出来陪你聊聊天嘛。有些痛，你不懂。你是不是有点想那只臭猴子啊？我啊，就是觉得自己最近胖了，需要个10天半个月来减肥。哎呀，不胖不胖，微胖的身材才是永恒的经典。更何况你的身材是经典中的经典。你说我胖，可是我现在这么胖，怎么穿得下你给我准备的凤冠霞帔呀？美人啊，我不嫌弃你的。我嫌弃啊，所以你再等我个10天，10天之后我们就成亲。10天？怎么又是10天呢？忘掉这一幕啊，就当我没来过。10天我怎么可能等得了啊？哎呀！蛮甜的呀。怎么说话呢，妹妹？7天之后啊，你就要成亲了，那到时候我就可以跟孙悟空远走高飞了。不行，我得赶紧把月光宝盒找回来。别费那个心思了，这回我一定当好你的队友，协助你跟牛魔王踏踏实实的把这个亲结了。切！牛魔王，我有话对你说。牛魔王，起来！我读书。读你个头啊！我有话跟你说。美人啊，怎么了？谁惹你不高兴了？你说呢？不会是我吧？一想到我的婚礼上没有我姐姐，我怎么开心得起来呢？哎，这个简单，你请你姐姐过来，我多安排个位置而已嘛。我跟你说多少遍了，要用月光宝盒才能找到我姐姐，你怎么记不住呢？美人啊，我也跟你说过，月光宝盒存了定期取不出来，
不过我有个好提议，让你师傅化妆，冒充一下你姐姐，也好解你相思之苦啊。不行，就他那张脸啊，我早就看够了。美人儿，虽然你姐姐不能来，我老牛也不会亏待你，我会补偿给你的。成婚的聘礼你想要什么？是鸡雷山上的金银珠宝，还是鸡雷山下的绫罗绸缎？只要你说得出，我都可以给你。你说这些俗不俗啊？你觉得我能看上眼吗？我想要的只有月光宝盒。美人，你不要心急嘛，我又没说不给你。我作为鸡雷山的老大，我发誓，你我成亲之日，就是我给你月光宝盒之时，这是我老牛的底线。美人，你别再逼我了，否则的话，我怕我会毁掉月光宝盒的。好啊，你敢毁月光宝盒，我就敢悔婚。悔婚？你认为你逃得出我的鸡雷山吗？你之前受了重伤，伤势尚未痊愈，况且你的法力早就被我封了。现在的牛府更是戒备森严，我劝你最好还是不要白费力气了。小臭不要脸精！就这样就无计可施啦。既然剧情都发展到这个地步，那不如直接放弃得了。哎，话说回来啊，牛魔王对你还真不错。你看，好酒好菜，穿金戴银的，还为了你跟铁扇公主离婚，这不比那臭猴子对你强多了呀？对啊，好像我是应该嫁给牛魔王哈。在爱情里边呢，总之是被爱的人不会受伤。可是姐姐，你知道吗？你发誓说要杀光天下所有的负心人，但是人心是常变的。牛魔王昨天喜欢铁扇公主，今天喜欢我，明天有可能会喜欢你呀。哎，虽然这样的几率很小。哼，像牛魔王这样的男人，鲁莽好色，但痴情啊！哎，只要妹妹掠下公主，一定能把她控制住。到时候你们两个长相厮守，这不是一桩美事吗？难得姐姐这么高看我。那孙悟空呢？他今天喜欢白晶晶还是喜欢你有什么区别呀？明天啊，他有可能会喜欢我呢。我以为你是道行高，参透了爱情才要斩杀那些负心汉，原来也不过如此嘛！你根本就逃不过爱情的检查。傻蛋，你懂爱情吗？比起爱情，我更明白你要杀的无非就是两种人，一种是不爱你的人，一种是你的情敌，哪怕是你的妹妹。那你赶紧保住小命，放弃孙悟空，嫁给牛魔王吧。他爱我或者爱别人又怎么样？只要他是我认定的意中人，我就永远都不会放弃。紫霞，那只不过是你一厢情愿的想象罢了。要是孙悟空回来，救谁还不一定呢。姐姐，你认定的孙悟空不是孙悟空，而是六耳猕猴。你说什么？至尊宝是至尊宝，他根本就不是你爱上的孙悟空。你一直爱的孙悟空，他根本就不是孙悟空，而是六耳猕猴。他们只不过长得一样罢了。